狼行千里吃肉，马行千里吃草，活于逆潮游，死于随水流。短短的几句话，却蕴藏了深厚的哲理，勾勒出人性与生命的多重面貌。生活中的智慧往往隐藏在这样的简短格言中，它们不仅启发我们思考生命的本质，也为面对挑战提供了一种态度。人生的每一段旅程中，苦难从来不是外在的敌人，而是内在成长的养分。苦难既是生命的锤炼，也是生命的必然部分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从出生到成长再到成熟，无疑不是在不断面对挑战、克服难关的过程中前进。苦难是风雨中劈开的雷霆，是冬日里酝酿的春暖。它的存在让我们学会了承受，也让我们学会了珍惜。试想，如果没有苦难，我们又如何明白生命的价值？那些在逆境中挣扎的人，最终也往往因为经历了痛苦而更加强大。活于逆潮游，这不仅是一种生命状态，更是一种选择。逆流而上的勇气，是活鱼区别于死鱼的根本特征。世间万物皆是如此，活力充沛的生命从来不会选择安逸，而是迎难而上。逆流意味着挑战，意味着抗争，但也正是这种坚持，让生命更加顽强。人类的历史不正是无数次逆流而上的过程吗？从茹毛饮血到科技飞跃，从战争废墟到和平建设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斗争与蜕变。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，逆潮而行的精神是成长与改变的核心动力。疲惫是现代生活中最普遍的感受之一，许多人会在忙碌的日子里感到身心俱疲，甚至开始怀疑努力的意义。然而，当你感到累的时候，其实正是生命在对你说，你正在为梦想而奋斗。疲惫不是失败的标志，而是成功的铺路石。正如一座高山，在攀登的过程中难免会气喘吁吁，但每迈一步都会离山顶更近。现代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，人们的压力也随之增加，但正是在这份忙碌中，我们才能感受到生活的充实与奋斗的价值。那些从未感到疲惫的人，也许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为目标拼搏过。改变是每个人一生中无法避免的课题。我们总是渴望安稳，却又不得不面对变化带来的冲击。事实上，正是变化塑造了我们的命运。生活中没有任何一种状态是永恒的，环境在变，时代在变，我们自己也在变。有人畏惧改变，害怕走出舒适区，但改变往往是命运的转折点。选择拥抱改变的人，才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。每一次新的尝试，都可能开启一扇未知的大门，而这扇门背后，可能是你从未预料的机遇。在人际关系中，宽容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美德。它不是单纯的退让，而是一种对生命的深刻理解。宽容的人知道，人无完人，事无绝对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，而宽容让我们学会接受这种不完美。生活中有多少矛盾是因为不理解、不体谅而起？而宽容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可以化解误解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那些内心真正强大的人，总是能够用宽容的态度看待问题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宽容不仅是对他人的善意，更是对自己的修养。智慧和能力是一个人成长与成功的两大基石。智慧让我们明辨是非，看清方向；能力则让我们将智慧转化为现实。如果只有智慧而没有能力，我们的思想将始终停留在纸上；而如果只有能力却缺乏智慧，我们的行动则可能是盲目的、不计后果的。两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真正的强者既有敏锐的洞察力，也有果断的执行力。他们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抓住关键机会，也能在关键时刻付诸行动，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。安静是一种力量，也是一种境界。在这个被无数声音填满的世界里，学会安静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。安静不仅是外在的宁静，更是一种内心的平和。当一个人能够真正静下心来，他就能够更清晰地听到内心的声音。喧嚣的环境往往容易让人迷失方向，而安静则是重新找到自己的灯塔。它让人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保持理智与清醒。在独处中，人们可以更深刻地反思自己的选择，审视自己的生活，从而找到更合适的道路。行动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道路。许多人会被自己的想法困住，停留在想做的阶段，却从未迈出去做的第一步。
梦想的实现永远离不开行动的支持。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步，它都会让你离目标更近。行动是将愿景转化为现实的桥梁，也是对抗拖延和惰性的武器。生活中，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愿意采取行动的人。与其等待时机成熟，不如主动出击，把握每一个可能改变命运的瞬间。放弃并不总是失败的象征，有时它是一种智慧的体现。人生不可能同时拥有一切，选择放弃某些事物，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放弃那些无谓的执念，是对内心的解放；放弃那些不健康的关系，是对自我的保护。学会放弃，并不意味着退缩，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进。正如清理杂草才能让土地更肥沃，放弃是为了为人生的沃土腾出更多空间。每一次的放弃，都是一次内心的净化，也是对未来的一次重新规划。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，在这段旅程中，我们会遇到挑战，收获经验，经历选择，也会不断自我调整。狼的强悍，马的从容，活鱼的坚韧与死鱼的漂流，它们象征了生命的多样性，也提示了我们如何面对不同的生存状态。无论环境多么复杂，内心的态度和选择始终是决定成败的关键。那些选择积极面对、勇敢前行的人，总能在生命的画布上绘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